中和一间私立的春秋梦园，去年6月份发生山架放落来，有54个梦受损，家属指控业者拢无要处理。今嘛监委调查发现讲，新北市府甲万华乡公所可能有暗号业者提供土地使用权涉嫌盗利。今嘛纠正新北市府有违失，嘛甲这个案件移送法务部来调查。 山坡地大规模崩塌，相片看到有几60个木仔柜的崩器毁损。观察黄金饵仔围骨线柜涂骹，互土石砍去。这是伫新北市中和私立春秋梦园，梦基数量有1300多座。去年6月因为大雨致使山坪崩塌，根据统计，64个木仔毁损。家属痛心的是，业者盗款电业公司态度无积极处理。因为我从去年 6月我开始密集，我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过去搜证，去观察它整个地形的变化。但是它很明显的，它是一直在往下掉，都没有做。 现场后续紧急处理，是做更其他18基，也有铺设帆布顶。不过真侪梦主指控业者无心经营，无进行水土保持，个别梦主爱拆迁梦地。梦主不管新北市政府建材财政扩大，监委嘛展开调查，认为梦园经营权有争议。新北市政府甲万华乡公所好亲像为业者量身定做，无采取公开透明，就提供土地使用同意书，涉嫌盗利。已经通过纠正新北市政府有违失，并移送法务部追查。 是不是有公务员违法失职、图利甚至渎职，让这家公司用后面不当的手段来对付躺在地上的先人他们不可以去做这土地的贩售跟买卖，你只能帮我们管理啊，你只能帮我们管理就对了。对，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就是有去声明，这个没有图利。监委表示，新北市政府应该先尽监督责任，针对危害扣金灾后复原积极处理。新北市政府回应，已经要求盗权提送崩塌区土地的主干道，也个梦园专区水保维护计划。目前主干道部分已经完工备查，专区水保维护部分等伫审查，嘛持续协助梦主。若是针对内政部106年修正殡葬服务业申请经营许可办法，允准申请人干需要减负一定比例的同意使用证明文件。监委认为应该依法律明定内政部原来有无适当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